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跟恁讲啊，可以睇自家的故乡、家乡睇读书，甚至讲工作，係一個幸福的事情。今日我哋的好朋友啊，佢也係哦，佢因為自家讀嘅課呢啊，係一個很專業的課呢，學文史課呢。啊，佢嘅工作呢，都好都用一個專業喺自家的故鄉喺工作個。啊，到底佢嘅工作係做乜嘅？有兩版嘅內容也係故事呢？我哋今日嚟邀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咯。馬上嚟分享，我哋來自UD三那嘅劉嘉芬。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三那嘅嘉芬。哇，分享嘉芬哦！嘉芬前面有講到啊，你自己本身係讀一個文史相關嘅課呢，啊工作也係喺三那。佢說你自己本身咧係三那人嗎？係冇錯。啊，你自己本身係對一個文史相關有興趣嘛？你可以讀一個相關嘅課呢咯。就係我從細嘅時節，我自己就對一個文化嘅東西過有興趣。那其實我知道最主要嘅原因，我媽媽係一個過傳統嘅客家婦人家。那因為係屋企最大嘅興趣，那伊對家過來嘅時節就我哋屋企嗰種過年過節啦，那嗰種係能講婚喪喜慶、生命禮俗嘅時節，伊攏要負責做各項大細嘅事情。那包括講過年嘅時節，一定會打扮嘅整天扮，發扮也對。那掛子嘅時節做風扮，五月節來做愛高中嘅等等嗰種，一種啊我從細漢細就聽論伊身邊去喺伊身邊，在他身邊打轉啦。那就可以喺做一條東西，啊就知道幾神奇，啊我就會。嘛會聽論伊做，比如講我去割粽葉啦，割粽葉，然後我寫粽葉，我去燒嘅人哋用嘅腳薑葉，腳薑葉底部有一支嘅硬嘅槓，我嚟燒係我加工嘛。其實條前我做嘅東西真係多，我就韓式我就對聽論伊會媒體做他的小工，聽論伊做一種東西啊，我知道一個對我嘅影響幾大，然後我其實係一個比較喜歡人哋談論動手做，我每一個會坐下來點點讀書嘅聲音咧。係，每一個懶死人啦，因為按嚟講，真好按嚟自家讀書啊，都談論嚟吼，因為看真好奇吼，真神奇都談論嚟做安尼。啊，像以前你嘅高麗菜啊、鹹菜嗰條，我一定長論嘅談論嚟你啦。哇！嘉芬談好人嘅童年一定係神奇呢，聽到媽媽建議個按到泰式嘅傳統嘅法通啦，又係講熱衷嘅成分。本這個韓式到睇印象個詞咩有冇？本來印象個深刻嘅法通係有兩個，攏係同我自家嘅家族個有關係。第一個係我記得我阿哥結婚嘅時節，我媽媽係一個傳統嘅客家婦人家，加上我阿哥係長孫，最大嘅孫咧，那伊就堅持講愛敬愛祖，還有萬神，就是同樣就客人哋有對提起傳統嘅婚俗，攏有迄個判例。那我嗰時陣年紀還個細，對那種地部嘅細節可能還冇幾了解。不過我印象幾深刻嘅係嗰個時節，嗰安部，我哋唔懂睇年咋冇行講安尼，佢哋唔卡搞啊幾暗，唔卡有幾個學堂有9萬人啊，全部都係年幾鬧年啊。啊，親戚有幾個天書啊，連隔壁還有隔壁連啥啊，有幾個貨房。幾個學堂啊，幾鬧年。安尼幾有畫面咧，聽人講好人都面都講，哎呦，草人嘅呢，韓式吼，印象最地道嘅時節，有人都結婚嘅人，隔壁連沙啦，嗰條都係安尼。人佢精神完成嘅時節，佢學堂有搭嘅棚嘅啦，又有擺馬嘅冇，有印象冇？我記得學堂還有結一個天公壇，因為經完成而拜天公，然後我哋嘅堂下嘛還有請先生來行禮。哇！真是幾傳統咧，哇！更加應該看冇嘅吼。對我個結婚過後，我記得我請看過我哋狀況還有兩個細來頭前橋嘅時節，還有安尼去判禮，之後我就
无印象有还有看过人做这按传统的方式去做的。哇，哎，真是够幸运啊！除了按你这个阿哥结婚，有看到一个传统的客家的礼俗之外，另外一件事情呢，帮你印象够深咩？另外一件事情还是我阿婆嘅片，係我阿婆嘅片，因為我媽媽係一個傳統嘅行業嘛，那上當然也媽媽嘛係，係啊，那因為我阿婆嘅片嘅父母嘛親太，那有一擺我記得呢，我能做瓜子嘅時間，因為瓜子我能都會做風板嘛，做風板嘅瓜子。那嗰時間呢，我哋就去我媽媽嘅我阿婆嗰邊聽書，那拄好呢，我哋會卡自家嘅瓜子，那我舅阿爺嘛嘅瓜子，加上我阿婆嘅香條，我舅公嗰邊也嘛嘅瓜子，然後還有將我嫁出去嘅表姐也，可能大家拄好攏偷到幾年幾好嘅年，我去瓜子，那我就規個子孫啊，大家攏歸來，大家喺度做飯嘅，我記得呢個比你幾年嘅做嘅。3吊嘅米，哇，多呢！3吊講搶嘅糯米就拖嘅3吊，搶米天天，我哋呢差唔多應該3-4年有哦。哇！大家攏喺個磨糖咧，我哋就去嘅兩個爐嘅，嘅整，大家有啲年喺菜板嘅包鴨，啊有一啲陰板嘅，我哋舅阿爺就負責整板嘅裝貨。哇！有個情形，更加吼，咱可以睇個沙期有發通嘅時間吼，有辦有個比賽有發通嘅時間講得多呢。伊啲家屬真難得有按呢，從更加啦吼，幾難得有按多年腔下，吼睇下鬧嘢做有個辦呢。按唔嘅時間有印象講是多嘛嘅冇？有啊，因為我係負責音版嘅。哦，嗰種音咧都頭先咧念咧安尼嘛。我還會整個能做得成。我哋鄉民大家就大家冇限制咧，我記得我哋係播豬條紅。哇！大家做宵夜啊，食。可能對人來講真係印象夠深嘅，因為錢好高嘛，對人來講。啊，你即個因為閒些時間可以讀到個很多嘅客家傳統嘅生活。睇讀入嘅課呢時間有特別針對即個客家文化去做乜嘅研究啦，又係講做乜嘅主題去學有嘅課程嘛？我讀太好嘅時間，因為還係受到人告訴係林茂賢老師嘅課程。哦，阿賢哥嘅課啊！哦喲，阿佢嘅課一定幾神奇嘅，你做嘅乜嘅事情啊？係唔錯，伊嘅課程就是出名嘅，比如講各種民俗活動，人都要親身去參與。那老師當然嘛，歸注重因為自家參加家鄉嘅民俗嘅法通，包括家厝嘅婚喪喜慶、歲時祭儀也對。伊攏要求學生嘅會自家去體驗，自家去做過。嘿，那從個時間來就算是比較有目的性的。嘿，我去因為就是為了要學分，我去分數，我去所以就同我平常時可能我媽年單就會從做班啊、農研班。要對，我會去瓜子，我就有目的性的去把它記錄下，因為我會想來做功課。那還有也還係有個部分，那天也還係就會老師會問我去參加民俗活動嘛，其實像我鬧年啊、身上鬧年，那還有像其實你上教會也是，老師不單純只是要求像這種傳統廟宇的，你上教會嘅就。老師嘛，知道係信仰也係一部分啊，錯冇係，無論喺台灣咧，也係外國咧，你只要係人哋日常生活嘅民俗啊信仰，都係老師講人哋課程之一。係冇錯。啊就也同一個機會開始，就包括有去參加台灣很知名的大甲媽祖繞境進香，媽祖進香嘅哦，然後白沙屯媽祖的進香等等嗰種國泰型嘅法通，那當然從個時節開始，我就像我哋家鄉、我哋社區總共有鬧年嗰度，我嘛會去記錄，那不管係咪因為愛做功課等等，我就知道應該要同伊記錄下來，因為喺個鄉下不必。都市風還係嗰種大型嘅法通，有幾多年去會專講去哪輪相機去個翕風來。那一種鄉下可能講冇人關注，但是
持续伫咧进行度，那应该可以本人记录下来安尼。迄唔系因为用自家本身咧课内专业，也有用自家嘅兴趣。哦，经历过一段之后，出去工作之后，发现到讲其实行应该要为家乡做一啲事情。嗰时唔听到要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将嘅听讲转归去家乡，係一個原因嘛？来吃到喊黑就会一个原因嘛有啦，那其实就是一种对家乡的算是挂念嘛，就唔想要走安言啊，就是有卡咱可能当咱种会到安。都去也都转过来啊，转过来之后，这个像爸爸妈妈啦，都开始有对一个事情有同讲，你弄不好好啊，怎么个转过来，做读到某个事情有安尼同关心嘛，也係講有兩版的反應啊，對你自己歸到家鄉工作一件事情。有啊，人一開始一定會講，唔做嘛唔出去是條路咯，做嘛留啊提也可以做嘛嘅細條，一定會有安尼嘅觀念啦，係啊，但是我就繼續做我嘅事情。人家講，人家做嘅事情，人唔是少，但係人會做出一啲成績，本人確又到底想去做乜嘅人呢？係。哇，觀眾朋友，人哋家分啊，其實嘅童年當然精彩，同人哋共用呢。也許有嘅觀眾朋友可能學過後生嘅冇體驗到，但係內皮一天攏啲人哋傳統嘅客家生活就會安尼精彩哦。但係呢，人哋嘅文化還有哪條嘅內容，等一下呢，人哋繼續聽家分，天天嚟同大家來分享哦。等一下馬上過來。前面啊，我哋講到家分，佢喺樣板後有一個豐富嘅童年，甚至於講佢自家學嘅課呢，也係同自家嘅文化有相關嘅。但係呢，佢歸到老家之後，佢個樣板同佢嘅專業同佢自家嘅工作嚟結合呢，我哋繼續嚟請教一下家分咯。家分，你自家決定講歸到轉來高雄一片啊，歸到自家家鄉嘅工作嘅時節，你嘅時節係有樣板嘅想法講，我想將我嘅專業學嘅專業結合到我自家嘅工作，係嘅時節已經簽到相關嘅工作嘅。嘅時節我歸來高雄係上一個工作結束嘅，那就先歸到高雄一片。那拄好呢就同我嘅算研究所嘅學姐，也就是我哋美濃二雄夏金飛嘅總幹事邱金惠有請到我。因為就是頭擺做過嘅美濃，喺讀書嘅時節做過美濃嘅相關嘅議事，像一年假還有2年期嘅調查，同嘅時節就有底下一個年底下嘅美濃二雄夏金飛。那前幾年呢，又有談論美濃嘅優對二雄基金會做文化資源嘅普查。那其實攏就是有同樣有接觸過之後我又到雙個推動工作。那拄好我歸來，也有請到我，就一個基會就我又接上了安尼。那我就有到美濃二雄夏金會工作過一段時間。安尼，家分通講下睇有個美濃工作嘅時節，接觸到幾多嘅工作嘛？可以分享一下講，睇嗰邊嘅工作嘅時節，有遇到講乜嘅冇想象過嘅挑戰啊，有講本唔感動嘅事情冇？因為像做嘅應該係深入一個地方上，而且做一家嘅調查嘛。嗰時候講同頭擺嘅讀書嘅時節有乜嘅冇相同冇？工作可能就有一個唔係按就是強數，比較沒有壓力的狀態，係喊咧會對自己搞出這些東西做負責，然後會更花更多的力去做一條事情。那比如講嘅時間負責普查嘅時間，我就做下嘅佢嘅同嘅人三大有關係嘅普查，像白宮啦。然後像文物，廟方嘅文物，還有佢從事一個行李嘅理身嘅部分。那其實加有一個機會呢，就是更深入的再去了解
了解这些文化的层面啊，没像之前后上的时节可能就单纯记录比较多，那变成讲因为做也有事情哎，还要去更进一步的，比如讲访谈啊，然后翻各种的文献等等安尼。就等于讲，利用遐个工作之后，金融遐个工作之后，变成还更深入去了解这个家乡的文化，因为有去做过调查，没像头摆很特殊的时间，还读理论啊，也讲去体验嗰种的感觉，真是有去深入到地步啊。做遐条文化的工作的时间，这个有用办的感受，不这个过感通呢，也讲发现到讲啊，原来这个家乡的文化，我消失的，我唔惊遐个，又开始经常上喺嚟听书保存，也讲推广一个事情。好，就会我哋做一条调查嘅时间，就有发现到一点，就係其实嗰度同客家研究有相关的，同友对有相关的，伊啊嘅其中嘅我讲研究的活力吧，可能同啲嘅面容。那其实三那含係嗰轻缺乏一种文献嘅记载。那就算有可能就是一红两红，那相关的记录无多。那包括讲相片啊、老照片也对，都没一个被重点撰写的素材。那提就是做要有事情的时间，就是算是很。嗰少年係做有無多安尼，做係有個調查之後啊，更加係做工作，通講也係做有個文化推廣嘅導覽人員嘛吼，這個更加係做有條工作嘅時間，係用辦去規劃這個譬如講我在導覽啊，然後用辦去規劃有啲課場、遊場，係咪對有個普查嘅基礎開始嘅呀？就係嗰時節做普查嘅時節，因為我做。我對我哋心中嘅總條個書啦，那提嘅規劃嘅導覽嘅時間，我就有面到，其實我哋新莊還係一個算是多元族群融入嘅素材，它其實就是我哋三那族群的縮影。那因為我哋新莊誒提嘅規個右堆地區，右堆地區嘅最帶狀的算是最北緣的一個總條。那我哋除了漢人之外，還有河洛人。那其實還有一些大武龍的族群體啊。那還有一些戰後對種發家呢叫做塞下來嘅人，就是規個族群的色彩很豐富。那加上我這個迄個總條，我哋寫出一個總條，我哋有幾個就有幾個某鄉土的信用。那像我哋嘅信用中心還係齋堂，就是菜等，然後發工菜等。那我哋又還有一個孔子廟，也係其他的蔬菜模誒。那還有一個北坡。就是單槍擺北坡嘅。擺北宮係擺北坡。唔係擺北宮，嘛唔係同北宮向下擺，伊就會單槍一個北坡。也就是上面個鮮明嘅信用，那我就提個上一個導覽嘅規劃嘅時間，那就同呀上面信用串聯起來。那其實因為呀上面信用，以後尾文化網絡下係個總條的開發史啊，那如何這3個點可以把一條訊息給串聯起來，那也上面點就可以敘述一個背後的文化的故事啊咧。嘉芬，安尼頭通安尼分享啊，我有興趣，我更加我都做一啲講本地帶導覽嘅人客，我聽到講嘅時候，我想去了解一下，嗰邊嘅孔廟同嘅北坡一兩個地方有樣版嘅故事，係特別地方，你可以同人哋紹介一下嗎？一個孔廟呢，係其他的蔬菜應該可以是有看到的。那可能大家聽到嘅孔廟攏係比如講岐山嘅孔子廟，還係左營嗰邊嘅孔子廟。那一個我有一個孔廟，還係因為新莊嘅條擺嘅鄉種嘅家畜，伊還係櫃台嘅家畜，那沿條擺呢就有搶嘅欣賞私塾啦，私塾嘅欣賞。那帶沿佛鳳地擺些年嘅圖書。那指向總風嘅
中风的生年的嘛，去那边读书。那但是后来因为那个国民教育的关系嘛，那那个学童就没的。不过那个学童迄个击败控制又还留下来。那俺就保存了那个击败控制的传统。啊，就像人家一般摕个控制那个上年的时间，会去做击败吗？俺哋都见还有留存一个发通传统的发通含迄俺哋会提的高时节的时间，俺总体会判你个基困的点里。俺底下都走成条，人家要睇家个写下，我睇佢跳个815嗰种嘅嘛吼。我没有。啊，唔咩？那你哋很用版哦。俺哋我觉得俺哋有点新旧融合的感觉，连新旧融合。俺哋偷提的新拉高时节嘅时节做判那个基困的发通嘛。那但是俺哋偷个时间点判迄提的9年27的致死。前一年高时节的前一年安补。对，前一年安补，也个有从俺哋传统学种和迄其他的总条在天宫啦，有个时间嘛，吼，在安补条个12点之前致死的时间。哇啊！你是呢？你是有某用用某？你是俺哋迄含迄用俺哋传统的3片里。哎呦，真是迄学虫嘞！哇，用那个3片里的知识来摆那个控制哦。哇，怪神奇。还有呢，除了那个孔庙，像头都讲的八婆啊，因为也有带过去的时间旧样版的故事啊，怎么个冇摆八公，像摆八婆？那个八婆呢，含迄老一批的人讲，含迄提个钢铁的时间，也都一块从八婆用的个石条，那后来就同伊建庙，去庙去拜呀。那伊也还有一个机身，那也个据这个机身口述啦，伊也个八婆他含迄医疗的艺术亲内行，那归领养，那都见呢伊还会有固定的时间本人来问世。哇，就像你头都安尼分享，你看个孔庙，迄除了以前呢正式教育还唔正开始的时间，也迄个书童就迄人中风教育的一个起点嘛，吼，一个起点的个。就像八婆在以前的时间都从伊个语言的腔调，大家有某个偏通的时间都去请记，系嘛？因为古时候也量的都体现到俺的学种传统的一个身份。唔只个带着个土人，迄带太年山呢，也有带生年的。其实拢有呢。那也嘛有一些就是家庭亲子的部分，嘛有从上摆有带到嘅外地来，就是高雄来的。那伊当对高雄来谈一个文化的导览的。古时候不论路润泰西，对一个文化有兴趣，都给都会启动去带土人一件事情。观众朋友，原来三那这片心中的还有安尼精彩的故事呢。不过除了家分去做一个文化导览，做一条事情之外，大家对一个文化故事啦，也系讲家分今日做嘅工作，有样版的意见，也系讲有样版的想法呢。听听的来，大家试比查，我哋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大家听的家分头头分享的一个三那这片彩贴故事，有样版的想法。从嗰本孩子家听到一个故事之后，真是大马想马上来去三那这片老了看一下呢。听的呢，三那除了一条其他民众听的一条故事，有样版的想法，问一下家分吧。家分，你自个带一条文化导览的发通之后啊，从那边人行来到一片，今日听到一个故事之后，今日会有样版的回馈啦，也系讲反应啦。有一摆本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带台南的时间，有一对公婆，带恁生日的，那一个家庭其实还是俺们三那个载体的家庭。那沿提的唐爱讲的时间，其实唔知啊，其实俺们三那还有八婆，还有一个控制庙体啊，那甚至明年都还有固定体的潘里
疾控嘅法通。啊，无试过，啊，结果呢，佢哋毕业之後又講，人哋可以去參加，也講攀某個法通案嚟嘛。係，就知道，頭擺對自家就是自家嘅家鄉，什麼就是其實冇個熟悉呢，民意題、生活題啊，那對家鄉嘅了解其實冇按到，那包括伊嘅阿爸還分享講，也個萬年嗰種爺媽嘅後條，就體驗人哋心中誒，但是伊對啊條事情，冇聽過嘛，冇了解，那也把機會帶上細年誒來參與啊個法通，能底下也條事情啊呢。按人家分人如迄一個窗口、一個門戶誒呢，吼講加油可以分自家，甚至於講唔係分外地人咯，分自家菜天人也可以看到以前自家冇注意到嘅事情。除了做一個文化導覽之外，聽講還有同地方上嘅像公所啦、圖書館嗰條合作來做其他目標嘅課程，係嘛？就係一個文化導覽也是蠻係想因為圖書館安排，那圖書館也其實嘛各用心啦。除了一個文化導覽嘅部分啦，還有做人哋嘅客家傳統嘅辦嘅 DIY 體驗嘅課程。做事咧也幾入興趣嘅喲。嗰時間我用辦同圖書館，喺圖書館以前也係講有乜嘅經驗之下，幫圖書館開始合作啊。有一擺公所請我去帶嘅客語說繪本嘅發通啦，就攀那去圖書館。那就因為一擺機會同圖書館嘅主任有認識，那圖書館主任嘛，請用心地安排各種同客家文化啊、客語相關嘅法通。那之後伊就有請來，包括講條萬講到嘅文化嘅導覽，那還有一下我講嘅做辦嘅課程，課程，就因為安尼嘅關係同伊認識啊，就攀嚟一條法通。家父我也看到根本呢有帶來一個做辦嘅辦員，故所講能做嘅辦呢係傳統嘅嗰種規辦啊，吼，也係講行政辦嘅條嘅，還有那條 tip 咧，你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嘛，能做嘅那條嘅課程。我能做啲嘅三拿圖書館嗰擺做行係封辦嘅體驗。那我能三拿嘅封辦同可能同屏東高速嘅方面弄上到應該冇相同。那條冇相同啦。我能嘅封辦唔係像能印象中嘅封辦規啲種豐富。我能行係拍嘅夾縫嘅安尼。對，拍嘅阿啲同一條縫嘅。跟我能也有啊，我能很多行政版。但係我能唔係行政版上安尼冇唔錯，但係我哋平常時體嘅擺牙嘅辦咧，就係規辦就上到安。就用安尼哦，一個真是就冇用用嘅喲。那我嗰邊呢就帶論人去做一個封辦。那做封辦咧，我唔係用糯米粉，我係用自家去淘米，去淘米，然後過來磨米漿。哇！安尼真是古法呢吼，傳統嘅做法，一定做免得一舊啊，佢費工呢。當然也個前置作業還係先完成啦。講來就帶兩個班車，班車已經塑造嘅班車，我到現場嘅摔班車啊踩班呢。本大家來參與嘅人哋啊講，我哋呢班呢，還係對一粒糯米開始到也下嘅狀態啊呢。那有一班我哋踩班嘅時間，又有一個算是大姐嘛，一個我總批啦，就講，唔一個踩紅雷嘛，他就知道講一個可能踩唔紅雷吧。但是佢咪嗰有經驗，所以同懷疑。就有時把懷疑，唔一個踩唔紅雷吧。但是我就跟踩就反正就成團了嘛，就元旦可以。真的可以踩紅雷啊！嗰個像安尼，可能帶一個課程嘅時陣，有民眾可能來一批嘅，會同做安尼嘅交流之外，其他民眾呢，會幫伊啲傾聽啊，又係講人哋冇做過一個大家嘅反應係樣板，還有樣板去個貼嘅故事，又係講回饋嘛。
就是其实那种比较年纪够太一些的种批啦，你就讲哦，我过旧模石头也从对纯米做的办的。哦，啊，无今年迄石头迄嘛个迄菜市迄卖的迄种的嘛，你就讲哦，佢也个伫做办的、音办的也有记忆啊，还是喊迄阿妈，就是喊细时阵阿妈会做的，也哈拢无伫做的。今日讲的可能唔係講真實的味道，今日講的迄一個過程，嘿，佢音版的，然後彩版的，也種迄個感覺、嘅温度，係咪？有時咪有增加講，有推廣客家美食文化，有做創業版的，也講創業料理，係咪？創意攏是來自於生意產業生意的，因為我哋同伊講嘅傳統嘅版的種誒條蠻講到嘅，就是因嘅鬼版，然後地圖一條縫嘅嘛。但是生意呢都會覺得那個太無聊，你就會自己捏成各種形狀。哦，就是我們演的創意不僅限於那個版音蛋糕，他們就會捏成自己喜歡的各種動物啦、花啦，還是各種什麼怪獸、毛蟲之類的。哦，你看，所以呢，今日咧創作力一定咧，其實唔單止影響到自家做辦的一個課程，談講帶新人的時節啦，做一個文化導覽的課程，還有無共樣的方式針對新人的，係嘛？就係有一班人喺做嘅家鄉文化嘅小嘅時節，我有請新人的望眼嘅文化地圖。嘅新人啊，係喺我哋三亞貴種嘅新生啊，嘅時節係喺新生。那伊嘛，相同因為圖書館主任嘅關係，有請我去上課。那我就想研發嘅研這個對三亞影響嘅文化地圖。來同人講嘅，我哋三亞嘅南嘅仙海流歌，就是走向用嘅。那搶人體嘅地圖當中去發現這個黑的素材。那也個本來一個歸觸及蠻深，係咧，其實有個聲音咧，伊這個攏就是面唔到伊這個黑的不卡，算係體嘅三亞那一個封閉啊咧。如果我哋講，新人嘅行出去有可能，以前嘅人可能提講，我哋附近有那條河巴嘅啦，有那條山吼，有咩嘅那條，啊，不過更加新人咧，可能唔係講過幸運，係過財過，出去嘅，我哋提講，我有 7，我有可以買東西嘅，哦，甚至其他地方都完全唔知嘅。然後過度攏喺學校，學校項目卡就是2點以下嘅，對演這個城中嘅地方，演迷你神法嘅地方唔係按了解，但其實就給有一個做法啦，不然去思考，演迷你迄個蔬菜啊會經過嘅路線，包括演嘅可能爸爸媽媽演呢部卡提來，還係阿公阿媽。演說呢對來前賽過了，還係簡單主題呀，啊係嘛個營養之下來都一個蔬菜，就係俾人去思考演，這個產生城中的地方，就是其實算是一個啟發啦，沒有叫他們要一定會認識嘛，也是會帶兩人去思考講，我個神法應該唔係像學校。同補卡，還係補習班安尼，應該還要對這個嘅家鄉有更加多嘅認識。對這個認識家鄉開始有某個東西，還有甚物這樣嘅認識講，我哋家鄉這個有那條嘅文化啦，有那條嘅法統。那按你講好咧，大部分這個對做一個工作開始都應該有一段時間嘅嘛，有嘅民眾來參加嘢法統嘢課程之後，變做嘢粉絲，或繼續停定嘢做課程嘢講法統嘅冇？固定會來嘅，我記得有一家人，有一家人係見過怕兩擺吧，就一擺係喺做班嘅時間，我記得個阿爸同我分享，伊係喺古書人，伊就會講啊，一個班嘅係喺伊閒時嘅時間，阿媽伊看過阿媽喺做嘅，兩面可能阿媽冇嘅，那就一個。味道就留在記憶中。結果認識上人家課之後，見他們親到一個阿媽的味道嘅，都想講啊，天燈都有阿媽味道，都米飯都天燈安尼嘛。安尼家份做一個工作啊，自家嘅感想啦吼。
一段时间内对你自家有乜嘅改变？也係講一個工作有對地方上有哪條嘅改變？睇你自家嘅想法地位啊，有哪條嘅影響冇？對你自家也係講對地方也好。我知道可能因為就是持續喺做一個工作啊，會其實會慢慢一點那些就算志同道合嘛，或者是更多的人會其實。会慢慢的聚集过来啦，就是会算是吸引到一些志同道合啊，有雄土相近理念的人啊，就会这个力量就会过台，那就会对一块是的，算是就好像只有总派自家人，然后到慢慢其实有更多的伙伴啊，其他的人。那其他的资源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嗰個更加省啊，這邊除了還有其他後生嘅係有喺關注一個地方上嘅事情，你自己感覺係安尼嘛？我知道，對啊，係啊。都對你開始做之後，漸漸嘅就有後生嘅又係講菜啲人，大家傾下嚟關注一個事情。哇，幾好呢！觀眾朋友，係咩安尼啊？你看，教訓自家堅持自家做對嘅事情，有興趣嘅事情，但係做一段時間之後。漸漸嘅，大家看到嘅、認同嘅，大家就會向下調整來做共用有價值嘅事情。也希望大家今晡日聽嘅家訓嘅故事之後，對自家家鄉有哪條嘅想法，也可以共用天天嘅堅持做下去，某一天人哋有一日就可以將自家家鄉重要寶貴嘅文化保存下來哦。今晡日啊，再一次感謝家訓唔單止按精彩、按溫暖嘅故事嘅多謝哦。感謝主持人，那麼。歡迎各位觀眾朋友有閒嘅時節來到我哋三亞，共下來聊聊，共下來做伴嘅。好哦，喺前教訓交流之前呢，共用聽聽我哋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歡喜來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